长空断缘，故情定州方圆，定旧愁新愁，烟雨连累，百世非，盼早结天地。大人玉春秀，此番小女待虐，尽真投情，一路之上，全仗辛劳。大人是哪里话来？女学生之事，就是万生分内之事。大人只管放心，放心。好，小女一向母兄教诲，非真吹报，今当朝廷切不救援，正是玉春兄时来运转之事。为此，下官特修下进书一封，转托内兄无为周全，略尽地之必成。多谢大人，但不知舍卿大人现居何？这，好，万圣只怕草率，不敢罪然冒犯。说论社卿与尊兄同仆，名正自存哦，家珍，乃荣国公之孙，现任工部员外郎。哦，社卿为人厚道，故下官只需相同。玉春兄，事后京城之费用，心中之意之明，不劳多虑。多谢大人，有朝一日腾达在即，定当结草衔环，以报知遇之恩。下请。耶！启禀老爷，小姐苦屈不已，不肯下轿。女儿待约，我hon你恩师在此等候已久。大人，万圣且自登船，恭候女学生起航。与你周中一叙。谢爷，好生服侍小姐下轿啦。是。玉春兄，大人，请。
儿。爹爹，儿啊，江边风大，且上船去吧。雪夜，收拾收拾，服侍小姐上船。是。爹爹，狗真要将女孩送至天涯。为父宗诏，忙于沿这衙门，父下顾及于内。啊，这也是父乃呀。是不得儿啊，此番京城投亲，也是你母深切心愿。还有那老来少女的怀祖母，看脸又看起他头发出见后
你有心于我，口之为父的，总召挂念于你。此番进城投亲，有外祖母疼你，又有表兄妹为伴，满是为父，就是你母，九泉之下，也可宽心你。少见有后手况儿年怀有今了如之我年一回，断风絮是关寒生离老你心在。启禀老爷，东南风骤起，船家催航了。知道了。是。孩儿啊，快上船去吧。弟弟，难道与你就此远隔天涯？孩儿啊，事到须尽，就全到静儿的小心吧。家园有吩咐船家即刻前航。是。
百年千米，继而难归。同父临酒，归早足矣。可还记得你母生前吩咐的话儿么？母亲曾说，塞外祖母家，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写一本你呀，牢牢地记熟啊！是。女儿别顾一生告别。
好，谢谢两位演员的精彩演出。在这儿呢，要和大家值得一提的是呢，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出戏当中啊，饰演林黛玉的单文，在刚刚今年结束的第29届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当中获得了榜首演员，我们也用掌声恭贺他。在下一出戏当中呢，他还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在《红楼梦》当中啊，宝黛钗的3人爱情故事也是构成了整个《红楼梦》故事的主线之一。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这一出十锁呢，可能呢观众呢读过《红楼梦》都知道，这宝玉的身上呢带着一块通灵宝玉，上面呢还写着2句话，就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那薛宝钗的身上啊，也有一块金锁，上面呢也有2句话，叫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但是呢，林黛玉身上啊，却是什么都没有。此情此景看了之后啊，这林黛玉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呢？就让我们来看下面这出戏。十锁是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徐思佳、张真耀和单文共同为我们带来，掌声有请。
郎。来此是李香园，听谢帅府师，待我先令儿子。报姐姐，骑马顺利在里间，我虽冒昧地闯了进来，姐姐身子可当安非？不妨事了，亏你还挂在心上。哟，好一阵奇香哟！姐姐寻的什么香？哎，我最怕熏香，好得的衣服熏得艳亮，好气的。去了，这是什么香味儿？哦，我想起来了，定是我早起吃的晚油的香气。晚油，可就是那冷香晚木。你也知道冷香晚木？听这姐姐讲的，说是要四季四百的花蕊，又要四时四样的林叶，方可调制而成。啊，姐姐，请我一碗尝尝，可好？这玩意岂是胡乱吃得的？你呀，最馋。婴儿沏茶去吃。啊，宝兄弟，都是你胸前这块宝牛痛力，沏上我瞧瞧。哟，这东西
不胜稀罕。今生我倒要上见上见。须此姐姐请看。原来姐姐项圈上也有8个字，待我也来上见上见。听他后事，没有什么事啊？哎呀，我的好姐姐，你瞧得我的，我怎么就瞧不得你的呢？言是两句几里话，故儿再商量，要不天天带说，沉甸甸的一声气呀惨惨之中心远。
模仿咸水很长。不离不弃，方离永久。这真所上的八个字，与我南岳上的八个字，恰成一对。是呀，是一对嘛。儿换不到茶，岂是哪个与哪个是一对呀？是林姑娘来了，林姑娘是八爷与宝姑娘，原是一对。后是什么？啊，是八爷牛上的八个字与宝姑娘金锁上的八个字，原是一对。换不到茶，岂啊，林妹妹，请坐啊！妹妹，你也来了。怎生我来的？不是实话。什么实话？早知他来，我虽不来了。妹妹这话，我一发的听不明白哩。那今日他来，明日我来，间错开了，岂不天天与神来？也不知他冷落，也不知他恼了。这时候犯不见这意思你。看妹妹身上最说些话，恐是下罪了。我的对碰还不成起来，因而叫我那样快去起来。可不是我来了，他需要罪了。我后头是要追，只是备受罢了。宝姑娘，宝姑娘，太太吩咐要姑娘来八爷与林姑娘在此，太太已亲自下去做菜去了。一身好吃的与八爷最稀吃的牛掌鸭髓，还是最早的你。早我虽罪，越发的为美了。喜此婴儿气暖最难。是。不要难罪，我好吃冷罪。使不得，宝兄弟，亏你没势力，杂秀旁身，口技最细最深，实在下度散发便快。人最师傅以凝结在内，用欧脏乱罪，岂不上身？岂不可再吃冷罪了？姐姐说得有理，婴儿快起来追上来。
万岁，顾帅新批。妹妹，前些时送来的宫花可是非这宫花么？好啊，妙之其意。妹妹说是欢喜，只管带坏了，我再向姑姑要去。林妹妹舍不得带，藏在帘内里。首先不是，谁送与丫头们便了，也不可惜。哎呀呀呀，可惜了，可惜了。宝姐姐与我说话，谁要你东一嘴西一嘴，没我的插话。婴儿在且暖最暖，这种送水龙，男女担心啦。姑娘，水龙送得来者，哪个叫你送来的？是自己家叫蒲姑娘老了，叫我送得来的。难为他费心，哪里谁认识了我？也亏你听他的话，我凭什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什么，你说依什么？比甚至欢快心里。他借水路不分战难杀我教化情侣两难忘。望眼前天风里
吃两种最好。哎，你可要仔细说，今生老爷在家，提防分离的是你。你这妈妈今早起醒来，说是舅舅叫你，这是姨妈累说你。这妈妈自己吃饱喝足了，到来拿我们性命。哎呀，林姑娘，你不应总说他，你活该劝劝他才是。我反不说受他，也反不说劝他，却多却少一说他，却冷却些也虽说他。老太太那里吃的，姨妈这里是外人，谁吃不得哟，林姑娘说出话来，比刀子还尖利。呀，提这张嘴呀，真就是黑又不是，欢喜也不是。奶娘，且轮小这呆棚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虽散了。去吧，去吧。这妈妈好得得的，真叫甚骚气。继续此，我也要告辞了。那我们这一起走吧，姨妈，我们告辞了。姐姐，我们去了，你身子才安，且累不吧？弟弟，请来吧。真是大喜归去三分寒。看花重来，一元笑。妹妹，等我。外面虽大，小心了。
红楼梦》啊，在曹雪芹先生的笔下，前80回当中就有9回提到了昆曲当中最经典的剧目《牡丹亭》，有4回呢提到了游园惊梦，也可见啊我们昆曲对曹先生的影响。由此呢，昆曲也是成为了《红楼梦》这部书当中呢穿针引线的华丽一笔。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出戏呢，被誉为是全书当中最美的场景之一，那就是宝黛共读《西厢记》，这也是呢宝黛爱情进阶的一个标志。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北方昆曲剧院的国家1级演员翁佳慧为我们饰演宝玉，由国家2级演员张媛媛饰演黛玉，由国家1级演员邵天帅饰演薛宝钗，一起来看这一出读曲，掌声有请。落红尘阵，风飘万地真愁人。垂堂梦想难见此春，难见此春。好啊，死去寻觅不见，你又密码什么事？好妹妹，若认你，我是不怕的。这真正是本好书，你若看了，连饭都不想吃的。云天黄花地，西风急，不言难飞。西厢记，你说好不好？此遭今人一向忘肯。云天黄花地，西风急，不言难飞。小来水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妹妹，我就是这多愁多病身，你便是那倾国倾城马。
伤疤，替你焚伤可归去。你是好不好？你是好不好？好不好？原来你也是妙而不朽，是过阴阳马枪。哦哟，哦，原来妹妹方才是想我的私家阴地，以为私下之语。看这花花世界，滚滚红尘，谁为知音？于此好事，只言与妹妹你共同饮。听莲幕东风急，拜拜一西家去兰亭，长续了两三生。啊哈！
何至此？平儿跪下，待我审你。宝丫头疯了，何事审我？西厢记，好个大胆的丫头！宝姐姐，请息怒，这都是我从府外弄来的事，不关妹妹的事。你看看，这都是些离经叛道之词。只这红娘姐几句，还可经世。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义道不得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宝姐姐怎知区区，想必也读过思想。快说，快讲！你们当我是谁？我也是个几淘气的。地相聚，也曾犯杂事，行大人恩敬，方知心情。你爱家是自远飞本分，我才是的那是见着姐妹们，见着那关须眉说服，我哪里还一分怜惜？快去吧，我又让舅舅话曹雪芹先生笔下的《红楼梦》啊，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而且呢，人物众多，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在《红楼梦》当中啊，因情而死的人不少。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这出戏啊，就是在《红楼梦》第12回当中，王熙凤独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剑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出设局。
是由江苏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纪少卿饰演贾瑞，由国家一级演员李洪良饰演贾蓉，由国家二级演员周星饰演贾强。一起有请3位。一步前行，并茂归这归须学做推下。学生加水，莫两儿嫂子错爱，让我今晚在家道小我相会。嫂子啊，嫂子，你可知这一句欲斗长，盼得我是后等的心焦哟。好用一舌嘴细鬼，大发的青铜才最正一桩送退。来此已是家道小我，真是嫂子与我相会之处。呀，契合一片，虽不方便，倒也方便矣。哦，待我乃说心儿在此受等毕了。
呀，听巧了，一起凑近，想嫂子此刻定在妙美点春，十分礼装对镜敬意。啊，我说嫂子啊，嫂子，那是在西府花园有缘一回，我说下得那傻子，情够爱，如恐嫂子年轻不肯见身，嫂子却说道：“哟，私家官说是什么年轻不年轻呐？”你都听啊，国主手里下嘛，说对玉帝一死了后，哟，大吉他一笑回美，宽的一条白女分明红杏只相盼。嫂子啊，嫂子，那是我去探访你，你对我说道：“哟，像瑞大爷这样的人，这水上能与几个？是狗里头也挑不出一个来。”这只手说得我过得呀嫂子呀，过个这泡嘛，但是还儿子呀。嫂子啊，嫂子，你当我是个明白人，我当你岂只是个美家人，你还是个多情深呀。此刻我在念说你定然也在念说我哩，想得我心头焦虑，想说你将军混当想说你有过水清风细泪，天桥里一起而居，似有神声，莫非嫂子来了啊？嫂子！啊，原来是猫儿狗眼，风动叶落之身。
发汗。不对，哎呀，佛着，难道今宵又要空虚一场啊？想前言，呼，手出堂，熬禅夜诵经，引泪空灯不说风铃君。去风门去高墙对谁爱到今身泪高堂烟尘悲思许多金葱白醉是有群头之身。瑞大爷在哪里？美人公主来了，还得我思量思量，情退宽衣，好像去口风儿成皮皮贪欢呼风瑞大爷在哪里？瑞大爷在后池。嫂子，我在此恭候半夜了。我还当你有事用不来了你。哎，我又不是那用狗、抢狗、这两狗，否用之辈，否亲之头，否妻之辈，不是好歹的好动手。我岂有不来之理呀？今夜的我谁说死嘛？哎呀，死得来高啊！切莫心急，修身大大的。啊，嫂子，我是心愿一回，实想到如今，我实实的等不及了，我那心肝，我那宝贝，我那叫可爹亲举口就来的嫂子，避免失误。
来是瑞大叔啊！这是莲儿嫂子，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做什么啊？什么傻子不傻子啊？你来看。瑞大叔，我就是那方才说的，夫妻之道，夫用之辈，夫心之神，不是汉得的，后头送家用啊！你们竟敢来戏弄我！为啥追？那是别追家。来这个送呢？如今李二三子已经把你赶到太那里去了，所以几次才会调我去与他，他竟前世特生之际哄你在此，说我们前来捉拿于你。对，几多年前，他，是分银魂长对，取名飞扬城七群，真不为此言年轻。这一不敢高唱，真是陪笑脸孔爱去。二位看在说情分上，望开一面，放了我，这也早吧。瑞大叔，也放你一不内。喏嘞，那什么啊？银子这个啊，把啥个银子？银子，哦，银子，银子，不知要多少啊？不斗，更是了。50两，罗大玉这许多的银子啊！得，没有啊那么他打起，二位，我依你们就是还是不平，写个分起来。我也想分钱，分钱，对，那分钱，写分钱哪有比言呐？哦，哪有比言呐？言呐？你等说，可汉子。那这不是比言吗？这两个村人比你在都城汉子，做个定是个预告啊！呢，来，废话少说，快写！不知怎样写法。就是多钱是了7年50两。下。
来，拿去天马，岸上谁饮？哈哈哈，我有谁也？可以是无病，来，唉，拿，拿去。哎，做啥哈？我跟哪？这不是吗？切，这是他的御弄，少个香菇啊！你还也？十两，不八，不下，不下。没哈那。门扎的说中了，先给他去评评理，我也去评评理，评评理，我就是下，夸山的啊，那，我分期都写了，还不能走啊！瑞大瑞大叔，我们是那是说亲说亲的，随我们来。跟我你来啊！是。瑞大叔说，许进放女撤去，连我们都要被牵连的。是。水大叔，妹嘛，喏，蹲在这，狼藉之下，不言儿懂啊？我懂啊，不过懂。待我们撤去账房，再来领你出去。多谢二位。起来！哎呀！再被他的颜色看看。在弄点米的不离大大。啊，这是哪里设情？哦哟，好冷的天哪！嘿嘿，其实老天有眼，不曾下雨。说下起雨来，岂不是雪上加霜吗？哦，有心呐，有心！啊！哎呦！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倾盆而下，扑面而来。
哎呀呀，原来竟是一头弥天狗！才说的不曾下狱，竟下起粪便来了，气垂难伸，举不解也。只教的通体也生去，落尽根舌腿，都只因相思人。难弃愧。随我们来呀！来，原是一条狗，从迎候休妻女。哦哟，好冷呐！哎，张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啊，欣赏了不少这个昆剧当中《红楼梦》的经典折子戏哈，也想向您讨教一下，您的印象当中啊，有没有在戏曲舞台上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关于《红楼梦》的经典折子戏，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就是《红楼梦》啊，形成于清代，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昆曲的根据《红楼梦》小说改编的一些折子戏了。那么之后有京剧啊、地方戏很多。这方面的舞台艺术作品，因为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我们可以追溯到1924年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拍摄的京剧电影黛玉葬花。哇！那么之后到60年代初，大家肯定印象更深了，就是徐晋先生编剧，徐玉兰老师、王文娟老师等艺术家演的那部越剧的电影《红楼梦》。很多经典的唱段，到现在为止，大家也是耳熟能详。那么到了之后，就是80年代，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由王富林先生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是的。你像欧阳奋强，对，陈小旭邓婕那些演员都演得非常出彩，非常棒。哎，张老师啊，我也觉得有个疑问哈，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演员去塑造过同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但是往往观众心目当中，他就认定一个人塑造的这样一个形象，他就觉得这个人物他就是他，
其实大家也都是演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你比如说啊，就说拍《红楼梦》的时候，王凤玲导演首先他说我要把主演定下来，当时选主演，不会说是哪位演员有名，我让他去演这个角色，不是这样的。按人物，按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这个人物的形象，大概的形和神是什么样，全国筛选。陈小旭女士是鞍山话剧团的学员班的演员，就像当时我是浙江昆剧团的学员，对吧？到了北京以后啊，大家都看到一些资料了。王凤玲导演要求他们看原著，分析人物，琴棋书画都要去涉猎，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不可疏忽的是什么？很重要，专门请了剧组京剧和昆剧的老师，教他们那些人物的举止、行动、感觉、手势，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加上陈小旭女士她的形和她的神，演出了这样一个可以说传世的林黛玉，就是不可替代，很难超越了。是啊，那么在《红楼梦》当中呢，还有一出经典的折子戏，就是黛玉葬花了。是啊，说起《红楼梦》，还有舞剧呢，话剧都有。舞剧是陈爱莲老师演的今年都已经80岁了，他跟所有人讲，我是80后的，心态非常好。这个也是对《红楼梦》这种宣传有很大的推动。是啊，也可见呢，观众朋友们对于这部经典的名著当中，心目当中的一种喜爱的程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北方昆曲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邵天帅带给我们的这一出《葬花》，掌声有请。
林黛玉，又是春轩，其人理想，不知将来作何归期？看这花中。好不令人伤感。浓天芳华，人心了情。贪念早浓。继续水，春残花渐落，红颜老去时。一张春去红颜老花落人亡浙江昆剧团518传承演出季《红楼梦》的专场就到这儿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台上所有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谢谢。
我们也掌声谢谢六小龄童老师独到的见解。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晚上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六小龄童老师一起看三国、品三国，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让我们不见不散。再见。